大家好，我係月仔，歡迎乘搭越來越好專線。我哋繼續嚟遊覽捉太陽膀胱經，下一站係偉中站。偉中穴位於國華文中殿，呢度就係偉中站啦。所謂腰背偉中求，即係呢個穴位可以緩解腰背部疼痛同埋下肢痿痹，同時仲可以緩解急性屙嘔肚痛，以及小便不利、遺尿等病徵。好啦，我哋繼續前進，下一站昆崙站。昆崙穴位於外畫尖同筋腱之間嘅凹陷處。呢個穴位之所以叫昆崙穴，係因為外腳眼凸起，形態就好似昆崙山咁。而呢個穴位位於外畫骨高點嘅後方。昆崙原本係一座山嘅名，傳說西王母就住喺入面。呢個穴位有助緩解腳踝腫痛，同時昆崙穴可以緩解後頭痛、頸部僵硬、腰底部疼痛等痛症。好啦，今日嘅旅行就到此結束啦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同我一齊繼續遊覽足少陰腎經。我哋之後再見，拜拜。手足陰陽臟腑神經脈，食養穴位心得更助。成日咳嗽拍肺經，肚屙便秘大腸經，延年益壽調胃經，祛濕減肥益脾經，口舌生瘡尋心經，肩痠疼痛小腸經，腰酸背痛膀胱經，保健鎮腳益腎經，失眠暈車禁心包，神通廣大三焦經，眼蒙口苦找膽經。